過年必備嘅蒸糕，喺屋企全程唔需要手黐麵粉，用筷子撩一撩就可以輕鬆搞掂。蓬鬆香軟，甜度適中，自己食或者係送朋友都好正㗎。中意嘅朋友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200克嘅紅糖，呢個係比出邊買係減咗糖量㗎。加返200毫升啱啱煲滾嘅滾水，將啲糖料溶之後擺埋一邊攤凍備用。碗度加入10隻雞蛋，啱啱攤凍嘅紅糖水，7.5克嘅酵母。因為用到咗一定比例嘅糖量，所以酵母呢要揀呢啲高活性內高糖嘅。呢一包係15克㗎，用半包就得啦。將佢哋全部撩勻勻啦。呢個係白沙升級咗配方最新出嘅馬拉糕粉，用佢蒸出嚟嘅糕體，蛋香味十足，更加蓬鬆香軟，真係冇乜機會翻車㗎啦。左下角掛出嚟嘅係2包粉，再送多2包內高糖酵母嘅優惠鏈接。視頻呢度係1包粉嘅配比，可以做出2斤幾嘅馬拉糕㗎啦。全部撩勻勻之後過一過篩啦，跟住需要喺室溫發酵到2倍大。如果你對2倍冇乜概念嘅話呢，揾支牙籤喺2倍高嘅位置做個記號。時間只係參考，以發酵到2倍高為準。發酵好之後加返30克嘅粟米油，跟住將佢哋攪拌排氣，攪拌到發酵之前嘅高度就差唔多啦。呢一步攪拌得越好，蒸出嚟嘅糕體就會越綿密㗎。如果你係用蒸盤嘅話呢，就要喺底部搽返啲油。我用嘅係油紙就唔需要啦。攞高少少倒入啲粉漿，輕輕揼佢幾下，揼出啲大氣泡。水滾上鑊開始計時，全程大火蒸佢25分鐘，關火再焗多佢5分鐘。如果係拜神用嘅，可以上網直接買呢啲紅色嘅錫紙杯，水滾上鑊，大火蒸佢20分鐘到。呢個配比蒸出嚟嘅馬拉糕非常之鬆軟，好睇又好食。講得咁詳細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〜